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2章，安息日的主人。安息日，門徒在麥田中摘麥穗吃。法利賽人對耶穌說：你的門徒作安息日不可做的事。耶穌說：大衛在飢餓的時候，也吃過聖殿的陳設餅。耶穌在會堂遇到一個手枯乾的人。耶穌說：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，就叫那人伸出手來，那人的手就復原了。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除滅耶穌。有人帶一個被鬼附、又瞎又啞的人來，耶穌醫好他。法利賽人卻說他是靠鬼王趕鬼。耶穌說：褻瀆聖靈的，永不得赦免。有一個污靈離開了一個人，卻找不到棲身的地方，他就回到從前那人身上，看見裏面打掃乾淨，就去帶了另外7個比自己更惡的污靈來。那人後來的情況比以前更壞了。